我來關心國際消息，法國的巴黎聖日耳曼骹球俱樂部佇咧歐洲聯賽是連續2年摕到冠軍，球迷是真歡喜，不過煞有人慶祝了上過頭，唔但放火燒腳踏車，佮攻破玻璃、四界破壞，攏總是有400多人去互警察掠走。 球迷放煙火、照光彈、燒鐵馬站的鐵馬，佮慶祝民眾弄破店頭建本圖的玻璃，破壞路邊的車輛佮公車站。警方只好用催淚瓦斯來驅趕。巴黎聖日耳曼骹球俱樂部30日歐洲冠軍聯賽決賽小贏，閣再摕到冠軍。最少球迷攏小狂走去街路慶祝。在法國各地攏出現破壞的行為，有400多人受逮捕，7個員警佇衝突中受傷。 去年巴黎聖日耳曼摕冠軍，就引起2人死亡的暴動。法國警方今年特別緊張，佇全國部署22000個警力，其中巴黎有8000個人咧戒備。巴黎市區有個電車停駛，地鐵站關掉，部分路段的公車嘛暫停，有真儕店面鐵柵頂插板仔來保護。法國內政部長譴責相關暴力的行為，講完全無法度接受。右派政黨領袖馬林勒平嘛佇社群發文表示講。 敢若法國才因為一支骹球隊摕到冠軍引起暴動，佮口說講民眾甚至愛佇個勝利迄天，甲家己軍爺出來，較袂拄着暴力。2026世界骹球賽開幕，較無2禮拜，主辦國之一的墨西哥舉行聯合維安演訓，由國民警衛隊、陸軍甲傘兵部隊參加，進行城區作戰、戰術推進，佮有親手偽裝暗藏這掛訓練。 Que realiza de manera cotidiana el personal de la Fuerza Especial de Reacción e Intervención de la Guardia Nacional. La seguridad y los eventos para llevar a buen puerto están centralizadas en la defensa. Existe un centro coordinador que es el que va a llevar a cabo estas. 因為墨西哥長期受到毒販暴力、幫派犯罪甲治安問題困擾，世界骹球賽維安工會特別受到關心。 當局希望透過電影應對大型國際比賽的安全威脅的能力，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會當安心來看比賽。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譯。